来去新竹，伫新竹计共有7间大学，包括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中华大学等等，所以有济学生。若这大学因为宿舍无够，所以一寡学生囡仔就爱高不离种，爱伫外口睡厝。也毋过实际上要伫新竹睡厝真无简单，因为新竹阁有科学园区，厝头家较介意甲厝睡互科学园区的食头路人，所以睡厝需求量大，即马厝税租金就较悬，互一寡大学的家长是真伤脑筋。新竹有7间大学，阁有科学园区，睡厝的市场不止啊大，尤其是对外县市来新竹读册的大学生，因为学校宿舍无够，只好伫学校附近睡厝。毋过想要睡一间家己介意的厝，伫新竹有钱，阁无一定找得到。因为现在学校宿舍已经抽完，就如果没有上的话，就是确定要住外面的话，就是应该大部分人都开始找房子。在市中心的话，他们的校舍本来分配的几率就比较低，让孩子搬离一个地方，我们头都非常痛，因为要找下一个房子的话，可能就很早就要去打算。专门负责睡厝的中人业者讲，伫新竹大部分的厝头家较介意甲厝睡互伫新竹科技园区上班的食头路人，主要就是稳定性较悬。大部分的房东都不想租给学生，因为人多复杂，所以中介业当然就不太想带看，除非那你什么时候要起租？就会先问，会跟房东就说明一下，说其实你们生活作息是很正常的，那平常也不会养宠物，也不会带异性，他也会带一些，也不会带异性回来，那平常也是会按时缴租的，会让房东会比较放心租给这些的小孩。专家建议，若是烦恼学校注册时找无厝通睡，会当先参厝头家签合约。上好是会当先参详，看会当甲实际要开始住的时间，再开始收厝税。另外，嘛会当伫合约注明，确保未来退租时厝的完整性，来提悬厝头家睡厝的意愿。记者刘君豪，新